西塔与已知的，观察小巴车进宫即驾，隔壁是进宫见老佛爷了。来今在昆宁国一共3个人，当中西塔与面金灯老乡手下沈亲王，周明厉害个他给李丽英。那么今在西塔那还为了发让老乡拿下把车西进宫，这里是出原因，因为密室相位沈亲王
阿拉隔壁听，为推看着小白菜一眼，小白菜的美使得沈亲王顿生理想心有之情，进宫面见西太尉，让西太尉门前拿个小白菜讲得深如仙女一般。西太尉不听，你认为自家才是世界上下最漂亮的女人，搿么呢哈？努力先进过，我大也得你比一比。现在看见小白菜踏进来，凭良心讲，身段的确不错。就在自家门前，但是暗人相随，面孔看不见。这个关着的抬头，隔壁是把头抬起来。老夫与三杀，明知怎该也是老夫与。没想到一个小女子，倒也懂点规矩。没事，抬吧。是。小白菜，等于慢慢见，让它抬起来。看你头抬起来，西太尉想，我倒也看一看，到底标注的呢哈。他是风魔飞飘，开疆望，美满是他为是啥？见他恭维绿杨生微笑，乌瑞西子出云呀。绿梅虽是为公约，非是关于我。一口小白菜，头发乌黑，两条绿眉，水汪汪的眼睛，皮肤也是白也是嫩，怪不得神称小白菜。一旦你细水宫门进，终于起家美马家，为我多从半生家。啥不是此美玉嘛？听你也许作比呀，家着欣然不欣家。啥不是此马女女真可转天涯，三里听真捉金家。昨日大年动京师，飞下之旅帝王家。